小小的变化嘛。第一集，我唱中等的音量，然后2、3唱细声，然后第4集就是唱大声这样子，就比较有变化，就是中小大那因为在外国他们其实那个管风琴都会。你们知道吗？就是会有不同的音量变化。那可能第一次是小声，第一次是中，第二次小，最后的话，它会把所有的音酸拉开来，就会变很大声的最后一遍，好不好？所以我们第一遍中等音量，对，2、3遍小声，最后变大声，可能再加一点高音这样子。对，好，再唱一次好了，每天做就好。然后大家可能谱还是就是比较不太熟了，所以但是你要拿起来一点看我，你看这是埋头苦唱，哎呦，好，我们最后一遍哦，好，所以第一次中等音量，2、3次小声，最后一次大声，对，完美老师会把你带起来，好 ，OK， 好，来，好，就调侃啊，好，我调点，谢谢。我们要确认一下。第一集，然后这世间嘛，这好，这世间好，统一哦，那就这哦，这世间，好来。感谢主你应允阮，你是阮的倚靠，你是阮的帮助，你是阮的帮助，阮无着惊，因为你会应允，有甲阮讲你莫累志，莫惊，因为我甲你同在。主啊，阮无论什么时阵，主阮知影主你。对我的听无变，你
恁带阮行人生的路，阮到我可以亲你，感谢主，你圣神点伫阮中。献开圣诗333首，好大好大人基督。咱来听抒琴弹一遍。第一站吼，咱若唱到尾的时阵哦，千万唔好得慢落来。啊，这首咱嘛唔好唱慢。来，咱第一站，咱齐声来唱一遍。来，预备，来。来，请咱看咱的荧幕吼，咱齐声来唱第一站，倒来一遍哦。来，预备，来。好大好大的基督，那好耶稣救赎，真理加关顾福气，罪已免受救，主抓阮标着对，你个对着好，抓着恁的为着心，马古路归基督。这有一个所在吼，甲咱提醒一下。第二站啊，号头的声得别，号头吼。第一站哦，号头第二站号头的声得别。第三行吼，救赎。第二站的吼，迄两字叫做救赎啊，就是仇人的意思啦吼。救赎向哦免惊伊。
来，咱第二节来唱一遍，来，预备，来。好大日记多，好头的写的表，一定是主的高洁，一直公破的条，救赎有公民。一个所在吼，甲咱提醒一下，第4节的第2项，今日艰苦赔性命，吼，赔性命，今日艰苦赔性命，这样咱爱注意吼，是赔性命。到第3节，第3节的上尾一行吼，第3节的上尾一行，论内拄着危险，无论内，无论内，无险艰苦着活吼，论内甘着活，这咱爱小可注意一下吼。咱下一首。咱来看下一首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咱来听苏琴弹一遍。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你要我必永远尊重。主耶和华是我之大，为他就咱的速度会当得较紧一丝啊！吼，来，第一节，预备，来。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你的名我必永尊重。主耶和华是我之大，为他就第2节，一代比对一代有路，你为权力是归团部，我必须以了所罪，罪归第3节。第4节。咱来看363首来陪伴心做礼拜。
为着咧要中的庄严，无受手机的搅扰，请人将家己的手机设定伫静音。这是咱三角来听福音的钟声，安静咱家己的心，来凝止今仔日上年的主日敬拜。恁遮的上帝所拯救的百姓啊，就来到伊的面前，领受恩典甲生命。因为主耶稣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背。”请人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人起立来吟全首。主呀。
徛的，咱要用台湾基督教会信仰个别第一段来个别人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相使快乐，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请坐。这是咱写修言册来带咱交读启应文第3篇。启应文第3篇，伫圣诗的后壁面第4页，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启应文第3篇，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甚物？你笑脸伊。你予伊比天使离啊较殊，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的羊甲牛，天中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这是咱由我们的长老来带咱祈祷。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福气诚侪你的儿女，一个特别的日子，阮做伙要学乐你、敬拜你。愿知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也来管理宇宙万物。阮是你创造的，为着疼世间人，你予你的独生囝主耶稣来到世间，为阮顶十字架，赎阮的罪。担国我上天伫天父上帝的正平，这样大的恩典，互阮充满感谢。阮也知，只要阮相信主，认罪悔改，阮就让靠你的恩典来得救，因为信心来称义。感谢上帝有这样大的仁爱、丰盛的慈悲。求你帮助阮，甲你同行天路的时阵，会当用上帝你的真理来行，流露出你仁爱、慈悲的效果来。今仔日是上年的纪念主日，阮感谢你，互阮真侪长辈拢长岁寿，伫阮教会就正百个70岁以上。长岁寿是一种免流甲尊严，那圣经所记的，年老有智慧，寿高有财物。天父上帝，阮也恳求你，当阮肉体渐渐衰老，但是
愿要靠你的神，靠你帮赞，互阮会当行出你的道理，互阮会当讲出学老鼓励造就人的话，会当伫家庭内底做囝儿孙的模范。天父上帝，求你赐福阮每一个人，当阮行出你的真理的时阵，你的快乐、你的恩典要到阮三国之地。今仔日也是阮教会召开2021年贺会选举中执的日。阮多谢你，互阮独行教会伫这社区有64年久。阮知教会毋是干那建筑物尔，是一群有生命的基督徒。因伫这社区，伫这个地方，因来咧传福音，活出天父上帝你爱因行的道路。阮要学耶稣的款式来向前行。主耶稣，伊的慈悲，伊的仁爱，伊大使命互阮知影，阮来去传福音。当大界面爱阮敬神听人的时阵，由你互阮会当为心底内底来学习。虽然阮年纪渐渐长大，但是天父上帝，你要加添阮的力量，阮要将这一切荣耀归乎你。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要请圣歌队带领人来学乐，因今仔日要吟的诗是“主点我心内，无惊惶自在”。
下面咱要请孟云姐来带领咱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咱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2章第1节到第10节。台语汉字本新约的部分219页，219页。以弗所书2章1节到10节。好，现着咱做伙来读。搁恁平素对恁的罪过，过失恁的罪过来死的，伊也捌互恁搁活，是恁前行伫迄中间，趁即世间的风俗，甲空中掌权的君王，就是现今运行伫背逆的人迄个神，其中阮前也拢伫阮肉体的私欲伫行做，趁肉体甲心内的意思。生成是最通受气的，亲像别人一样。总是上帝的怜悯真丰盛，为着伊疼咱的大仁爱，当咱对过失已经死的时，就互咱甲基督同活。恁对恩典得到救，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同坐伫天里，佮对伊伫基督耶稣所赏赐咱的仁爱，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极富有，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神，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毋是出自所行。免得人夸口，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声备办的，要互咱行伊。咱去看另外一个所在，记载伫提摩太后书1章9节，台语汉字本新约244页。244页，提摩太后书1章9节，伊救咱用绳会吊咱，毋是照咱会行罪，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永世代的大圣，伫基督耶稣赏赐咱的。以上。现在，我心很想来遵从，我心停在对你眼光，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很想来遵从，我心停在对你眼光，提醒我的主。下面讲到，咱要请牧师，伊今日要宣讲的信息是呼召，就是圣祭教。咱哋今日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今日的人数，不止啊济，咱搁一届同心合头来祈祷。听完的主，万权能的上帝，阮是有罪的人，本是未堪的就群你，总是你用你的宝血洗阮清气，互阮天然无惊，互阮用恭敬、欢喜、感恩的心来就群主。愿主你通过你的话教导阮。活出一个圣的呼召，我们领受你的话，将阮的心摆伫主的面前，恭敬仰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
以弗所书第1章咱已经讲了，有讲到一个天国的文化，甲地上世俗的文化无相像。好参像移民到一个国家，都要照这个新的国家的制度、法律、文化来行。也佫亲像讲，咱敢知影香港甲英国，因开车是开伫正边，还是开伫倒边？对吧？对吧？邓荣伫英国留学嘛，我嘛去过香港，我无去过英国。所以你去，你若是讲我就是要行正边，你讲我正边一定是对的，你试看卖，你开你就是逆向，所以这就是这天国的文化甲世俗的文化就是无相像，教会的文化甲咱企业的这个文化就是无相像，教会的领导是要做牧人、做奴仆，唔是要徛官位，所以这是无相像。咱就要学习，做伙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款性。咱来看以弗所书第2章，讲以前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灵性已经死亡。咱看台语的汉语本，我明白，有时迄个翻译是百万年前的翻译，有时无介通顺。所以其实我最近在准备这个每一届的讲道，我拢读台语汉语、现代台语、和本、现代中文译本、原文参考尔，原文我无逐字去看，所以至少拢爱读4、5个版本，所以我就经逐节无共款。咱虽然用台语在讲道，但是看咱习惯也是看汉语因为台语嘛是照汉语来。写无台语只有音，就是白话字、罗马拼音，无家己的字。所以咱看佮听，互这节圣经节的印象会当加深，安尼这个圣经就对咱有帮助。以前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灵性已经死亡。灵性死亡，我好参像是绝望无望望，但是咱唔通袂记哦。天国的这个8福，耶稣讲第1福是啥物？就是讲心灵丧香、灵性欠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才需要上帝，天国是因的。所以咱如果灵性死，发现讲我的心灵有要超出一个创造世间的造物主，这是咱得救的一个开始。迄时恁趁这个世间的风俗，讲世俗的这个事，顺服天顶空中掌权的王，就是现此时犹原在管辖背逆的人。就是讲上帝创造、上帝呼召一批人，愿意跟随伊、信靠伊、领受福音、接受耶稣做主学生。成做得救，以及咱以弗所第1章所讲忠信的信徒，但是犹原有一批人伊安那，伊就选择继续拒绝上帝，亲像法老摩西讲，互我的百姓出来，因法老就唔肯。若是法老唔肯，连以色列人因嘛是背逆，嘛是暗棍，印着景象的百姓。无愿意顺服，所以咱每一届听到你也是在做一个决定，讲我要听谁的，我要听上帝的，我要活光明这边，还是继续踮伫黑暗，互这个空中掌权的这个魔鬼，世界的王啦。但是耶稣已经赢过啊，但是耶稣讲时间还未到。当我搁再来的时阵，世界末日的时候，我就要审判，将这个魔鬼撒旦所有的权势安那打伫我的骹下，做我的骹踏椅。但是现此时，因有因的路用，这个魔鬼撒旦也在作乱，因为要试验讲，什么人是真正真心跟对上帝，麦子跟稗子啦，公羊跟山羊要分别出来。好，咱搁看第3节，所以咱唔通。
假熬，也毋是讲毋通得意忘形，掠做讲阮是比别人较好，无呢？基督徒犹原含落伫即个试探亲恩的内底。如果你无注意，做礼拜时上专心、上敬畏、上敬虔，听主的心哦，尽心尽意有伫礼拜时，咱拢足认真，无咱袂浪费时间坐伫遮。但是当出即个礼拜堂，佮转去到迄个世界王伊的哦，即个辖区伊的即个地盘，咱就佮变样去。所以讲，咱基督徒嘛毋通自我感觉良好，爱足谨慎，一个无警醒，咱就伫生活中跋倒，活袂出见证。所以讲第3站吼，即个翻译讲吼，其实阮拢嘛共款，甲别人相款呐，无啥物比人较牛，趁即个本性的欲望在生活，照家己肉体的需要在行动，是毋是安尼？哦，你中昼就是腹肚枵嘛，所以要去觅食嘛，填饱你的肚子嘛。啊，是你中昼是看到别人，哦，当然咱做妈妈拢真无容易，就是一种的牺牲。你中晝拢咧想讲，囡仔爱食啥物，先生爱食啥物，大家大官时代爱食啥物，我来传，吼。啊，但是我啦，我家己讲，我拢是为着家己。我中昼爱食炒饭，我就去买炒饭；爱食自助餐，就去买自助餐。吼，可咱会想着别人，吼。就是一种的体贴、牺牲、听行动，但是基本上咱就是照咱的本性欲望在生活，照家己体贴肉体的需要意念在行动，敢毋是？啊，罗马书做一个结论讲，体贴肉体最后的结局就是死，只有体贴圣神，上帝调咱，啊，咱有去活出迄个神圣的呼召。哦，这款体贴信心的人就是永生，就是活命。啊，圣经讲吼，咱本是可怒之子啦，就是通受气的啊。哦，无一项好，会互上帝讲卡称注定，哦，注定要受刑罚、受审判的重视。第4节，咱就看到这个，所以其实这圣经在无啥物好讲的，只不过咱家己原文的意思读了明白，你就明白。保罗讲了，保罗也毋是在讲吼圣经密码，无啊。所以其实无需要加解说啥物，咱读圣经，这是真好的方式。无需鼓励咱，吼，摕足侪种的版本，甚至咱毋免去买。如果你有电脑。宾馆拢查有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和本、打译本。和本不是无好哦，和本为翻了就水的。好，所以把圣经的话原本保罗先生意思读出来，啊，然后你安静来感受，啊，这句圣经就变做你的美娘，灵命的美娘，灵性的美娘。所以讲总是。拄则讲啊，无，敢若好完蛋啦，注死啊！你注死啊你，哦，你冒死啊你死定了，哦，死定啊！但是起码讲总是安那，上帝怜悯遮尔丰盛，为着伊疼咱的大仁爱，哦，上帝是这个仁爱，但是伊的疼，哦，上帝是疼，但是伊的疼，毋是只有对。做无界，伊特别对伊所创造有伊形象的人类，有一个一深的奥妙，也是讲一个心愿，就是当咱对过失犯错中死，灵性甲上帝隔绝隔断的时阵，伊想述基督耶稣，互咱甲伊连结。好，耶稣就是真的葡萄树，咱若是无连着耶稣，咱就甲上帝国无关系。咱就继续过这个世俗的生活，伫世界走动，活伫黑暗的款式，就是安尼。当你悔改，讲啊，我安尼唔对，我要进入到上帝国，安尼我搁一届安那，甲基督连结，连伫葡萄树
就得到营养，就得到活命，就会当结果子多多。好，好，咱搁看后边哈，所以这句话就是和合本啊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句话非常有力量，伫咱雅各书嘛一直在讲，吼，出自上帝恩典，唔是出自行为，免得咱自夸。但是呢，因为这个恩典要互你，你嘛爱有一个相信，讲敢有影，上帝要互你这个恩典，要互我这个恩典，我要来摕。哦，我有听过一个讲员，伊讲我遮有，一个礼物，放伫我落地啊，恁啥物人有想要得到来头前？啊，大家都伫遐讲啊，有影无影，伫想几波，一个囡仔就走出来，伊就甲一个真好留去。讲恩典要互你啊，但是你嘛爱相信，讲我真正要互你，你才来以信心来支取，这个上帝恩典。啊，最后伊讲，今日时间的关系，无所以讲对真谛，咱详细来听。讲最后讲，咱原本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在做工哦。上帝创造世界，毋是甲世界地球拼咧做去泡茶，去看报纸。上帝继续在立理，在运互这个数据在运转。虽然咱人类无好疼惜做不该。气候变迁，中秋过啊，那无像中秋，今仔日小可有较起凉风，但是嘛无像。伫其他的世界，搁较凄惨，真侪国家就是拢无热天，也是讲拢无寒天，足奇怪，地球在变。但是上帝讲，这个工作悠然在做，上帝悠然在看顾这个世界，悠然在看顾独行教会，包括今仔日选举的结果。我真爱这个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讲阮是土，主是啥物？烧灰的师傅啦。我们是泥土，你是窑匠。所以窑匠不是讲这个土生出来，伊就生这形啊，伊是安那一点一滴，一工一工在安那捏做嘛。烧的时阵会疼嘛，火在烧嘛。捏做时阵，你也唔情愿嘛？讲我本来安尼即行好好，为什么你给我安尼念，搁摕刀伫顶悬刻咧画字，搁裹即个涂料，但是若葡萄若不压榨，就不能成酒啊；这个瓷若不烧，就不能成器具。意思就是讲，上帝在捏做咱，毋茫有一天转去的时，咱迄个。毋是外在，是内在，迄个有基督耶稣的形状甲芳味，无搁含世界相款，是甲主耶稣上帝囝相款。咱伫世间的任务，就通讲成了，完成了。上帝工伫我身躯顶有完成。阮是土做器具，主是烧灰的师傅，这是以赛亚书64章第8节，真好的一句圣经。保罗嘛讲，咱是瓦器，但是内底有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主的溃烂。咱搁来看第2位圣经，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9节，244面。看你什么版本，我唔知你的版本，你就先大概是迄个所在信用。好，咱这回来读好不好？咱这回来读预备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上帝救咱了，救好啊！甲一人对水底救起来，也是讲咱真正看到高雄这个大火，救出来，然后咧，该拼咧吗？唔是吧？送救护车去病院吧，检查，点滴了，观察到伊好势了，才完成嘛。迄就是一个过程啊，互伊变做伊又好，伊又健康，咱生命嘛是。所以上帝毋是干那要医好咱健康，是要医好咱的心灵正常，生命活了有意义、丰富、精彩，来为主
生活。好，所以上帝用主救咱了，佮互咱一个性的呼召。哦，毋是讲啊健康就好啊，好啊，继续去爬山，继续去佚佗孤落去。咱就是爱去找到这个生命中的呼召，这个性的调咱。好啊，这个性的调就是两件事，一个讲上帝拯救，毋是出自你的行为，哦，是出自你的信心。你有迄个意愿无？安尼就会使。然后呢，使用你。哦，你决志要信耶稣了，你要互上帝使用无？5000、2000、1000个拢共款，上帝拢无讲5000个较济，嫌1000个较少。5000个，迄个主人嘛是甲伊讲，你伫这不多的事上，5000对上帝来说，讲无算啥物啦，5000万嘛无算啥物。不多的事上，你有尽心，你有忠心，上帝就欢喜。主人就讲。好佮尽忠，所以无关系你的能力，因为照世间的价值来讲，咱有能力无济，有智慧的无济，所以咱拢是有欠缺、不足，也是有瑕疵的。但是上帝无弃嫌要使用你，你就爱有一个愿意的心。包括今仔日咱要选中职，你爱有一个。愿意的心，上帝看你的心啦，你有迄个意愿，然后知影家己不足，上帝意愿使用你，佮赏赐你，佮较济的快乐，互你日子如何，快乐就如何。这是咱顶礼拜讲过的，总是当咱这2礼拜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训练会，我佮有一个新的体会，就讲。我有讲过，好店毋是为着聚会，是一个有使命的团体。然后咧，杨世如牧师讲一句话，我感觉就有意思，讲什么叫做呼召？就是甲你call in，就叫你来，叫你来是安那？讲一定有事情才叫你来嘛。穆恩来一下，你在看电视还在写功课不？我们来一下，来一个来，爸爸什么事情？没事的，走开。不敢叫，要来，什么事？没事，看你长得好不好，长得很好，回去。叫你来的是一定有事嘛，有事才叫你来。所以继续我要讲这个重点，我讲什么叫做呼召？呼召就是叫你来，什么叫做差遣？差遣就是叫你去。这个中央这个看护要填什么？叫你来啊呐！来，互爸爸看卖咧，真古锥，好去。讲来就是要领受这个使命，去咧去完成使命。基督徒，如果你唔知影你的使命，你上无爱知影大使命。安尼咱有一天就会当被称作有忠心的人。好，最后我要分享这个 PPT 是我甲香港一个牧灵教会阿边牧师就来内底有讲到真好的物件，我要甲大家分享。讲大使命，咱拢常常在讲，到底大使命是啥物？是传福音，还是门徒训练？你认为呢？你认为是传福音的野手？真好。你认为是门徒训练的野手，还是你认为两项拢是的野手？拢唔野手的是，拢唔野手的野手。传福音和门徒训练，其实是一体两面啦。但是你搁详细去看所以你们要去嘛。耶稣已经甲因叫来来3年啊！耶稣告我了，讲你爱去啊！领受这个使命，爱去受差遣。所以你爱去招万百姓来安那来做礼拜对无？还是来做学生？做学生对。但是咱现在少济教会拢是招万百姓来做礼拜。咱的标准嘛，愈讲愈低，到尾啊，基督徒讲，我倒来做礼拜，
够有奉献，唔通阁要求啊，安尼就好啊。好，所以你看哦，耶稣讲爱做学生来做学生，万百姓来做学生。学生的定义是啥物？就是有遵守的叫做学生。来听了，搁做伊去，照镜回头做伊走，永远都袂变做学生。哦，教世人传讲上帝话真要紧，但是搁较要紧的，我感觉我有发现一个，就是讲确保这两字。好，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怎么样遵守。好，耶稣讲话就是一定，人讲目什么话，若是无讲讲透底，目屎飞袂离，意思就是讲耶稣讲了，迄个重点无漏交去。好，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教训。好，不是教训他们安那遵守。所以，咱有一个责任，在门徒训练的时阵，咱在栽培、接受未来长老的时，咱就是爱有一个遵守上帝命令、照圣经在活，哦，而这个目标达成，哦，重点就是遵守。因为耶稣讲啊，有我的命令又搁遵守的，这个才是听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啊，搁唔遵守的，哦。就是无听伊的，所以咱就必须爱伫日常生活中，门徒训练，毋是开一个课，开课真好啊！牧师就想要开课啊，其实牧师已经开2课啊。第一课就是拜三的祈祷小组，因为咱袂晓祈祷，啊，但是愈惊愈袂晓，愈惊愈毋敢出来。但是感谢主，我讲对疫情开始爆发。咱祈祷会暂停了，咱是用线顶的祈祷。到现今5个月过去啊，拢无停。而且有时是拜2暗，有时拜3暗，无共小组在祈祷。尾也发现讲，咱会当恢复实体啊，实体祈祷更较好。所以牧师嘛伫遮邀请咱，唔通无遵守，唔通无祈祷。啊，袂晓祈祷，咱就小组的祈祷，2-3个人来到拜3，咱伫迄个8点到9点，牧师会甲咱训练，甲咱分组对头来学祈祷。然后拜4的查经班嘛是学读圣经，但是因为爱写功课，有的人感觉较困难。啊，你如果无写，嘛欢迎你来听，看赢坐伫客厅看电视，也是互电视看，拜3拜4，这就是门徒训练，因为爱做伙，每一天门徒训练就是每一天的生活，但是咱无可能每一天拢做伙啊，对无？至少咱礼拜日做伙了，咱周间拜3还是拜4，你来甲牧师做伙，你来甲遮的学生做伙，你唔通变做孤教，就是一个人。拜到拜6，唔知安那飞出去，啊个礼拜日个飞回来。所以，若是你有真好的属灵同伴，嘛是真好。若是你有欠缺，你会当甲牧师提出要求，讲牧师你来陪我读圣经，还是牧师你把我安排一个会当做伙伫灵性、做伙进步的同伴，来甲上帝祈祷。啊，如果你拢无做，你嘛无第二这项，你的灵性就停留。退步，就是安尼。所以讲，训练就是爱。耶稣第一个要求讲，耶稣警察的学生爱因常常甲伊安那，爱学生常常甲伊安那，做伙去传福音吗？还是去医病赶鬼？耶稣讲，4本福音书拢有记。耶稣同暝祈祷了后，经12个学生。对几千人中间可能伊只有经12个，爱因常常甲伊同在啦，有无？所以第一要紧就是常常同在，甲主同在，甲牧者同在，这12个学生彼此同在，做伙带3年，这就是门徒训练，毋是只有上课，上课当然嘛是真好，因为咱伫遮交流、学习、交陪，最后爱有关系，爱有生活，爱有模样，爱调过伊，
intention 吼，就是讲你若是无刻意吼，你无迄个坚心决意吼，你就永远袂改变，因为改变足困难的，要改变一个人足困难的，要改变家己嘛无容易。你有迄个心，甲上帝祈祷，你就要刻意去进行。好，最后我甲咱分享，这个阿边牧师也这个牧林教会伫香港啊，对10几百个到几千个，就是教会怎样成长，而且毋是只有人数成长，因教会非常的健康，这个文化建立。我所分享迄本册的指导者就是这个。王立明牧师，好，伊讲这个门徒守则我分享，总共15条，我今日只有经几条甲咱分享，第一条讲，我要实践一种生活习惯，就是常常吸收上帝话，伫无共的生活层面，伫家庭、伫工课、伫所有的生活中应用出来，来建立我的圣经的价值系统。照上帝国的标准来活，甲人互动，这是第一条。然后跳到第6条，讲伫信仰的团体内底，我要诚做一个中心哥活跳，就是即活动的。我无爱坐遐冷，逐个拢看，目睭看，搁用喙在嫌的，我无爱做迄种。我要做一个参与者，安尼我就会当甲领袖。做伙来完成呼召，佮陪伴家己，不是在陪伴家己参与伫。这是这个粤语香港话讲开荒，就是讲开拓一个新的团体开创一个新的局。再来跳到第10，第10，日常生活中，我要积极见证耶稣。带人信主，我有调过伊要做这个代志，我有第7项事，我阁会当安那，这点我就感觉真钦佩。我阁会当训练这的初信者，我阁会当甲因做伙，互因明白什么是基督的门道，帮助因伫生命中来进步，有主耶稣的这个体质。最后13，我要。完成上帝所予我人生的呼召，因为咱总是有一天时间也到，爱甲上帝拄效交效。上帝讲：你的时间、你的资源、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拢开用伫什么所在咧？你会当甲上帝讲：我有尽我的困难来参与。所以牧师无出来好。所以牧师今日就分享到这，咱来思考来想看卖。咱一礼拜除了主日礼拜了后，咱有啥物机会会当甲兄弟姊妹互动？拜3、拜4、拜3的小组祈祷，拜4的小组读圣经，欢迎你来。唔通亲像一条信息安尼讲，你啥事唔来？主题问你啥事唔来？我要去我要有啥物，你爱甲主讲我有足侪困难，无法度来。你想看卖，你若是主耶稣，有人安尼甲你讲，我安尼无法度来，坐计程车伤贵，安那，我无法度来。你感觉你会接受，你就接受。你若感觉安尼讲无啥会过，你就甲主求，讲我要改变，咱做同心来祈祷。主，阮相信你对阮的听。对创造世界大成就敬选阮，对万人的中敬阮，用你圣的调来敬调阮，是要成一个奇妙的事。阮的人生成做主你手中美妙的工作，阮的人生成做一个水的飞去，阮所做出来的会当成做一个好的作品，会当祝福别人。会当互上帝来使用做你的器皿，愿主你帮助阮，特别今仔日有长老执事的选举，这是一个神圣的景点。阮要宣告，主耶稣基督只有你是教会的头，互阮趁主的意思，无照人的意思行。愿你的旨意伫正伫独行教会，
亲像伫天里。愿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333首，好胆好胆，认主认基督。请咱起立来吟。好胆好胆，认基督，安好耶稣救赎，前期也关个困难，准一票修罗，主错公平的对，提高对的喊好，听着人人的信息，万国拢归基督。好胆好胆，认基督，好头的下的标，今日是主的高见，今日共和对调，救赎向我们开，基督的平安阳。这条危险那艰苦，身体的花荣耀，好胆认基督，一心可属灵了，会起那进步就可家的魔力了，就火焰的归高，永生基督无双，拄着危险无论的，无险坎坷着我，好胆认基督，高山无苦的山，今日刚好百姓呀，今日的秋光。到尾那有着心愿望温柔，也甲永恒的君王，好奇愿我享受。请坐。下面咱要来举行奉献，咱伫2楼、甲3楼、教堂的出口，拢有放一个奉献篮。咱伫礼拜煞要出教堂的时阵，咱才将咱的奉献放这个篮内。这是咱当地起入来吟奉献的诗，吟诗煞请奉有这事来传咱来祈祷。这是咱起入来吟奉献的诗。亲爱的天父，这时阮到你圣殿，太后白白受恩典。虽然报答嘅肤浅，愿主感谢阮所献，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名，阿门。请坐。
下面咱来请现任长老来报告。咱来背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一遍，煞条大家齐声读2遍。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圣备办的，要互咱行伊。以有所书第3章10节，2章10节，请。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圣备办的，要互咱行伊。有所书2章10节，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圣备办的，要互咱行伊。有所书2章10节。本周字的表，请侍奉者注意来看。咱来看第4页小的公告。第一，今仔日要调临时和会补选中职长老2名，执事4名。伫9月19已经有公告，如果内容若有出入，请牧师也是代理书记、办理属长老来提出更正。第二，咱会后实体礼拜，请兄弟别着留意吼，有8点的事项，每点拢真重要，请详细看，并爱遵守。第三，各团契小组会后实体聚会时，请确实做好实名的登记，也遵守防疫的规定。过来，咱来看，确定有要开好会。选咱的中职办法，则伫选举前，咱则来个报告。先来看第5页下半面，2021年咱的补选的选务工作分配表，第1区、第2区、第3区的长老，甲第4区的长老啊，按照第6面，咱来看吼，先开第6面，按照这个位置来坐好。咱今仔日。伫合会名册内底，职在人在共202名。请看第7面，教会消息。第一，今仔日总会锁定双联曙光纪念日，由双联团契担任礼拜的事奉。礼拜中举行重阳敬老，并赠送礼金。第二。今仔召开好会，礼拜后第1楼副堂煞开小会餐后，并开10月份定期中职会，欢迎新任的中职也热切参加。第三，恭喜吴牧师甲廖志玲牧师娘的长女，咱圣歌队的队员吼，伊乐甲黄忠义先生，伫10月23拜六。上午10点半，伫本会2楼礼拜堂举行结婚公门礼拜，请兄弟半时来参加，为这对新人来祝福。第四，总务干事姚峰兄伫10月23甲25请事假3天。第5，妇女团契年会选举结果，会长是5月贵。副会长陈立淑、委员刘罗仪、王桥、惠美、秀贤、秀珠。第6，10月24主日咯纪念主日，由主日学生甲老师一同服在，请为这个关心代祷。第7，109年第2学期的奖学金。研究所有黄义礼等大学、高中、国中的以名册，请这个同学伫10月24下礼拜出席来领奖，甲受祝福。请现第8页，第8吼，10月31下午
2点半伫本会举办陈宣慧甲吕志宏有赞美音乐会，请咱兄弟招伴同工来踊跃参加。第9， 12月初5举行下半年度胜利典，要报名的，请林牧师来报名，并参加3次的洗礼造就班。悟道会伫日子是11月28。团契消息有四海读经、青少年团契、兄弟团契、主日学、圣歌队等，请顾文长老侍奉同工来关心，照期实施完成使命。关爱协会的消息，健康促进乐龄教室加手机学习，也请按时来上课，并遵守防疫的规定。大多事项，确定交予牧师教界消息家己看。请掀开第10页。立面线条有敬老的活动，今年美寿88岁有2位，有张芬妮姐加老黄文昭。第2，年满70岁有陈秀云长老、黄孝云长老加魏启祥兄。70岁以上的由关怀小组来代表教会发送红包。确定举行的是请美寿甲70岁前来头前准备。报告奉献的报告，请咱家己注意看，然后错误提出更正。以上。好，咱来进行敬老的一个仪式嘛是祝福，希望因伫主的面前，毋若像长岁寿，佮亲像家着共款，我的气力无衰烂。咱大声请即个婚仪姐，婚仪姐伫倒位？婚仪姐来，请来到台前接受阮文娇姐因为罗伊今日去上证照课程所以无方便，无就甲伊带，又讲真感谢教会对伊的即个88岁的一个庆祝，牧师会阁摕即块匾已经做好，我会亲身送到阁来即礼拜找时间才甲伊送去。今日咱有即个婚仪姐来到台前接受。教会对伊的表扬，
好，过来，咱请咱今日所有在场满70岁，满70岁，无论你是70、80，还是超过88，小华姐拢请恁起立，咱各关怀小组长要赠送这个教会的敬老的礼金，咱请咱所有长辈站起来，咱用一个温馨的祝福，顶悬是写着上帝的话，看我已经85岁，但是我犹具勇行，你唔通客气哦，你等一分无着，你唔通来找护士讲你哪会无分着，你超过70岁，你站起来，圣经嘛讲年岁白头鬃是恩典的冠冕，代表上帝互咱伫这个世间有好的健康，食长岁寿，咱的日子就爱过了充实有意义来献互上帝，来为主生活，来活出见证，有一个。咱做伙来唱这条歌《田中的白灵诗》。田中的白灵诗，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献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相思真风气。予地上花个个诗，献出跳动的军旗。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们要求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何乐轻松伊名永无衰。愿主祝福每一位长辈，阮的日子真有生命力，阮的生命嘛充满耀华祝福满满。咱这时来欢迎两位新朋友，一位是李志刚弟兄，跟徐建创，徐建创是维中的爸爸，伫3楼，坐伫遐，咱徛起来，互咱看者，如果迄个红人有翕到无？镜头带到安尼网络上的，阮的今日有人可能伫线顶礼拜嘛会当看到。哥，即个拄则讲李志刚弟兄伫倒位？伊伫迄边小朋友好，安尼咱会后有时间再来交易。遗体带倒的部分，请咱来看周报第9面的所在，第9页。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关心，就是民序乡，伊即2礼拜拢较无平安，就是拄到即个住院转去厝休养，但是血压依然真低，搁爱1礼拜3届会洗肾，洗药剂，真辛苦，求主看顾，互伊的血压会当较悬小可会当恢复到正常的标准值。确定这对台北转来到台中这礼拜转来，所以咱如果要关心为祈祷，咱就知影讲伊即马已经转来台中的厝，伊讲伊常常喘袂起来，会嗽，这个喘气拢袂顺，袂介顺，求主特别看顾伊。万用者目睭为祈祷，小华者跋倒，总是主保守，骨头无受伤，但是骹头夫有一寡皮肉伤，求主伊伫个谢军长了，今日释放，但是2工前伊手去互内刀震着一个天蜡针所以求主保守，因为即支该要紧即支爱撸手机所以即支袂使受伤所以哥先道兄上罗这对美国转来已经带14天，即马伫厝的
居家自主管，所以因今日请假，今日请假，咱就欢喜因伫美国做未来，替新妇做未来，即马转来到台中，咱会当彼此知影彼此的情况甲消息。搁一条无看到是淑慧林淑慧，因老师伊搁来即礼拜拜三爱入院，拜四爱做栓塞手术，为着伊的手术成功来祈祷，咱来为林淑慧老师来祈祷。嘛有一项恭喜的事连吉牧师着牧师伊参加即个伊参加足侪奖即个听讲是即个国际摄影的奥斯卡IPA 伊得到一个金牌一个银牌即礼拜才得奖迄个相片可能无看出来，咱若是有迄个赖群组咱会当伫遐欣赏这是。为台湾为台争光嘛是咱的欢喜，过来咱为着等一个中集，咱做伙来祈祷，选举各团契，咱拢需要照主的心意来行，互咱有智慧做好的判断，选出当心的同工来做伙推动教会的事工甲复兴。无需要请咱只是做伙徛起来，为着这个兄弟姊妹病痛中需要咱的代祷，咱。无法度为因做啥，但是咱用祈祷来到主的宝座前，互相代求，咱做伙同心开嘴出声来祈祷。是啊，亲爱的主，我要为着江明旭弟兄、洪淑珍姊妹、李潘万兄姐。淑华姐、孝君长老、淑慧姐来祈祷。你知影因身体会软弱，你知影因心灵会背叛。伫病痛中，主你施落恩惠；伫艰苦的时，你赞因溃难。互因伫患难中，我靠主，犹原是欢欢喜喜，满有盼望。因阮的盼望是对迄个看袂到会来，毋是对即个看会到的世界。祝你也保守林老师、淑慧姐，伫搁再来拜三要入院接受栓塞手术第9届。主啊，一届一届，你拢甲伊同在，互伊一届一届经历主你奇妙的恩典疼痛，度过难关，心中有困难。互伊的日子也加添活力。主啊，我恳求你保守玉清小慧姐这个家庭，也欢喜善道兄、小五姐转来，拢有助你的保守引带。为着阮在座真侪兄姐要注射疫苗，无论第1剂、第2剂，拢恳求助你甲阮支持，抢取阮教育的恩典，互阮无不良的副作用，佮互阮即个疫苗产生极好的保护力，互阮台湾的疫情愈来愈好转，哪来哪受控制。主啊，真愿你真做台湾，真做阮的主，也为着阮的选举来祈祷。你知万人的心，愿你伫会中运行，互阮知影，像是忠心佮有见识的。要做主你的车用的路步，做伙同工，阮家己也要做主你的车用。参像保罗讲，所以阮无违背迄个对天顶来的意向，阮要活出迄个神圣的好点。阮教会真正毋是只有牧师长老在跑走，是全教会上下一心，骹步一垂，方向一垂，互阮甲主你的骹步做伙行。愿主你带领佮引带，赐予阮纪念阮的祈祷，愿咱的恳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请坐。咱这时因为好会就包含伫这个礼拜中，所以咱礼拜还未完成，咱要进入到临时好会内面，咱请这个。坐伫3楼的会员，刷动你的骹步来到2楼礼拜堂。
咱欢迎所有人拢留落来，参与。就算咱无投票权，依然欢迎，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是大家的。只不过照伫长老会的法规，咱会籍无伫独行的，无参与比选，也是选举的权利。总是咱会当用祈祷的心，用关心来参与伫即个和会中。请咱尽量避免交谈伤大声，咱礼拜依然在进行中。